今日第二日啦，咁就多謝大家即係呢兩日都出席嘅每一位 Mirror 啦，好衷心多謝你哋每一位。我覺得琴日都令我印象好深刻嘅，即係經過咗琴日之後，因為琴日都長時間啦，大家一路可以見住大家有每一位 Mirror 去答謝咁樣。我覺得之前上年都有講過，即係關於充電呢樣嘢。我覺得今年都係有一種好充電嘅感覺，即係經過琴日，即係雖然講真係好攰，但係即係一完咗翻去就哇，成個身都好似散咁樣。咁但係即係雖然生理上好攰，但係個心靈上嗰個滿足同嗰個力量係好大嘅。即係我相信唔止我相信每一位都會係，就係即係真係親眼見到你哋每一位，然後聽住你哋同我講嘅每一句説話，即係琴日好多人同我講加油啊，支持你啊，即係見到大家對我嘅眼神，見到大家對我嘅嗰種真誠，嗰種衷心嘅祝福，好多時大家講我都覺得都好感動，即係覺得好似阿媽啊，即係好似屋企人啊，即係好似大家好似會擔心我或者會點樣，即係不斷俾好多力量我希望，所以即係呢種大家嘅互相俾力量，大家呢種支持，我覺得係好珍貴嘅。咁所以十分之 enjoy， 好多謝大家每一位。所以希望今日大家都 enjoy， 同埋多謝大家一直對我哋 Mirror 嘅每一位成員嘅支持，一直嘅不離不棄。所以好感人，好開心遇上。